正大消息来看，时代力量因为因的前党主席黄国昌私底下甲朋友的单位去互录音公布，即摆面临着真大风波。黄国昌在一处针对着录音的内容提出着澄清，伊讲这是恶意雷战雷斗的，希望这个代志到伊为止，希望因的党内会当团结。 时代力量出现改革风波，一段外流的录音，前党主席黄国昌发言后表的关的议员詹文学宣布退党，黄国昌嘛用影片澄清。他并没有将整个对话参与的人完整的呈现出来，希望所有的责难与误解到我为止。黄国昌对外流的录音立法冤枉，因为内面有讲到黄国昌对提名立委甲党务运作拢有真大影响力，更加呛詹文学根本选袂掉国席委员，种种争议，黄国昌是轻轻啊甲带过。我想做一支16分钟这么长的影片，可能打一通电话的时间会是小很多很多的。 詹文学讲，党内沟通有问题，要么对着黄国昌依然有支持的声音。 对于这个录音档流出，我确实觉得是不妥的。我觉得也不是时不时写，就是确实就如同我们之前其实都有说明，就是我觉得每个党或是每个组织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可以改进做得更好的地方。时日第25开始进行国席委员的改选，本来伫候选名单内的詹文学因为退党失去资格，就看新一轮的党的核心若公布了后，敢法度互所有人拢心服口服。